后来乡亲啊，心梗塌的镜头，唔是只有胸腔嘛疼尔。有一位70岁陈先生，伫2天内昏倒3届，原来就是急性的心梗塌，差一点啊，命就休去。 心室收缩的功能为手术前的33%进步到53%。这是70岁患者陈先生的电光片，等来台湾开刀后才救回一命。一般的心肌梗塞是用胸闷来表现，可是他第一次的心肌梗塞就是用昏倒。那后来在急诊有被抓到原因，是因为他发生心室性的心律不整。 70岁陈先生有20年的慢性心肌梗塞的病史，伫美国佚佗，准备要坐飞机回来台湾，煞雄雄唔知人，2天昏倒3摆，检查出是急性的心肌梗塞。医生提醒讲，心肌梗塞不一定干那胸腔会疼尔。会比较喘，当然知道，但是我是老病号了，我只是把它清除，因为平常有在那个定期在别家医院看那个回诊吃药了。 医生提醒讲，心脏病是个人10大死因排第2，典型的症头包括胸腔会疼甲扎扎，提醒高风险的族群，包括有慢性病、食薰的以及较少咧运动的人，拢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，唔通无要无紧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